人到晚年，最難受嘅唔係仔女唔聽話，而係你明明想教訓佢，一開口卻將會推得更遠。好多父母把口講，我都係為你好，孩子聽到嘅卻係指責；把口講得閒就返嚟語氣入面，卻裝滿委屈。把口問最近覺得點樣，未等孩子回答，就開始數落佢邊度做得唔啱。父母心入面嘅愛係真嘅，孩子聽到嘅壓力亦係真嘅。呢兩件事並唔矛盾。有啲父母諗唔明白，自己辛苦咗一世，替仔女操心，俾錢佢哋，同佢哋湊孫，點解到頭來仔女反而越來越唔願意講心底話？其實成年仔女唔願意聽，唔一定係因為父母講嘅道理冇用，亦唔一定係孩子唔識感恩。有時候係父母表低關心嘅方式，令孩子一聽就想防備。真正令成年仔女願意坐低聽嘅，唔係咁多大道理而係四重有分寸嘅說話。呢四重說話唔一定可以馬上解決所有矛盾，亦唔能夠保證仔女從此時順從，但佢哋可以小心一顆心，少製造一次誤會，俾一家人留低一次重新說話嘅機會。你不妨一邊聽一邊諗下，平時你自己會唔會講？第一重說話係將你根本唔在父母，換成我掛住你啦，得閒我哋一齊食餐飯。第二重說話係將你肯定會後悔，搵成我有啲擔心，想先聽下你嘅打算。第三重說話係將你點解咁冇用，玩成呢件事我唔贊同，但我願意聽你講完。第四重說話最難講，卻亦最能夠解開一段關係入面嘅死結。就係頭先我講說話重咗對唔住，我哋重新傾過。呢四句說話望落好簡單，真正可以做到，卻需要一個人放低面子，收住脾氣，亦要睇清成年親子關係已經發生咗變化。孩子細嘅時候，父母要替佢安排食飯、着衫、分學，話俾佢聽乜嘢可以做，乜嘢唔可以做。嗰陣時，父母承擔嘅係照顧同決定嘅責任。但孩子大咗之後，有咗工作、婚姻、家庭同自己嘅生活、親子關係就唔能夠永遠停留喺我講乜你就做乜。父母嘅經驗依然寶貴，關心亦依然重要，只係表達方式需要由我替你決定。慢慢變成我願意提醒，亦尊重你承擔選擇嘅結果。呢一步對好多父母嚟講並唔容易，因為佢哋心入面會諗，我行過嘅路比你多，我食過嘅苦亦比你多，明明見到前面可能有限，難道就唔講得咩？當然可以講，真正嘅問題從來唔係父母能唔能夠提醒，而係點樣提醒。同樣係擔心仔女換工，有啲父母會話：而家工作咁難揾，你係咪頭腦糊塗啦？早就叫你唔好亂嚟。有啲父母會話：我有啲擔心你辭職後嘅生活安排，你願意嘅話，將個計劃講俾我聽下。前一句說話將孩子推到被審問嘅位置，後一句說話留俾佢解釋嘅空間。同樣係希望仔女返屋企，有啲父母會話：如果你咁大有咩用？人哋啲仔女每個禮拜都返嚟。有啲父母會話：呢段時間冇見你，我有啲掛住你，你睇下幾時方便。我哋一齊食餐飯。前一句說話令人覺得無論返嚟幾多次都仲係唔夠，後一句說話令人知道父母唔係喺度同自己定罪，而係表達緊掛念。有啲父母認為講得柔和就係冇威嚴，俾孩子選擇就係自己冇地位。其實真正有分量嘅說話，從來唔係靠聲大，亦唔係靠重複得多，而係對方聽完之後願意認真諗一諗。孩子把口講知道啦，唔代表佢真係聽得入耳。有時候佢只係想快啲結束呢場傾偈。反轉嚟講，父母只係講咗一兩句，孩子冇馬上答應，亦唔代表父母嘅說話冇作用。可能佢返屋企之後會諗，可能過幾日會重新考慮。人同人之間嘅溝通，唔係將一句說話塞入對方耳仔入面，就要即刻見到結果。尤其係成年親子之間，最重要嘅唔係邊個壓服邊個，而係雙方仲有冇講真話嘅勇氣。當然，溝通唔能夠淨係要求父母改變，成年仔女亦有責任回應父母嘅關心。唔能夠返屋企可以說明原因，暫時冇時間，可以約一個大致日子。唔同意父母嘅意見，可以表達立場，但唔應該用冷漠、失聯同不耐煩去懲罰對方。
父母需要學習尊重仔女嘅邊界，仔女亦需要看見父母年紀大咗之後，佢陪伴確定感同家庭聯繫嘅需要。一個家真正嘅和氣，唔係邊個永遠聽邊個噶，而係意見唔同嘅時候，雙方仍然願意將對方當作家企人。《論語》入面有一句說話：忠谷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。講得通俗啲，就係真心勸告別人，亦要選擇對方能夠接受嘅方式。如果對方暫時聽唔入耳，可以先停一停，無謂為咗證明自己啱，將關係逼到冇退路。仲有一句大家熟悉嘅說話：叫和而不同。和唔係所有人諗法一樣，不同亦唔係邊個都唔理邊個。父母同仔女可以對工作、婚姻、使錢有路有唔同意見，但仍然可以好好傾。真正嘅和氣唔係冇分歧，而係分歧出現之後，冇羞辱、威脅同翻頭仗去解決。判斷一句說話有冇分寸，可以睇3個地方：第一，有冇將自己嘅感受同需要講清楚；第二，有冇俾對方解釋嘅機會；第三，有冇因為一件事就否定對方係一個人。好多家庭嘅問題就出喺第3點。孩子一次冇翻嚟，父母就話佢從來唔孝順；父母一次講說話，從咗仔女就認定佢哋永遠唔會改變。老闆一次唔記得嘢，就將幾10年嘅付出全部抹殺。一件事被擴大成一生，一個錯誤被擴大成一個人嘅本性，邊個聽到都會想走。我認識一位方亞姨，今年67歲，退休前佢喺機構飯堂做嘢勤力，待人亦熱情。佢同老伴住喺一個狗院入面，個仔結婚之後住喺城市另一邊。個仔平時工作忙，新抱亦有自己嘅工作，兩個人仲要照顧緊返學嘅小朋友。方阿姨把口總係話：你哋忙你哋噶，唔使理我哋。但係每到周末，佢又會忍唔住盼望。星期五佢就開始盤算要買咩。個仔中意食清蒸魚，孫仔中意食排骨，新抱唔食太油嘅嘢，佢都記得清清楚楚。有一個星期個仔答應禮拜6翻嚟食飯，方阿姨一早就去咗街市，魚買咗，湯煲緊，三寶亦洗好晒。臨近中午，個仔發來信息，話公司臨時有事，實在趕唔到返嚟。方阿姨見到信息，心入面一下子涼咗。佢冇直接講自己失望，亦冇問個仔幾時方便，其實住語音叫話算啦。你以後都唔使返嚟啦，反正我老啦，都冇人理。你哋自己嘅小家最重要，我哋兩個老人家算得係乜？呢段說話發出去之後，個仔後來都冇回覆。第晚個仔打來電話解釋，方亞姨仲未等佢講完，又加到句人哋啲仔女幾忙都好，都識得返嚟探下父母。個仔沉默咗幾秒，話阿媽，我真係有事，下個禮拜再返嚟。方阿姨聽到呢句說話更加嬲，每次都係下個禮拜，你根本就係心入面冇呢個噶。電話就咁樣結束咗。嗰晚方阿姨越諗越委屈。佢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將個仔養大，唔貪佢啲錢，只係盼望一家人返嚟食餐飯，點解連呢個要求都過分咗？但從個仔角度睇，佢原本只係一次臨時失約，解釋仲未講完，就已經被判定為唔孝順。佢唔知道再講啲乜，先可以證明自己心入面有父母。後來一段時間，個仔打電話嘅次數少咗，唔係因為徹底唔關心，而係每次準備打電話之前，佢都會擔心阿媽係咪又要由一句問候講到自己冇良心。方麗姨發現個仔聯絡少咗，心裏面更加確定，你睇我冇講錯啩？仔女大咗就係靠唔住，睇唔知道自己每次講錯說話係希望孩子快啲返嚟安慰。孩子聽到之後，佢只想避開呢份壓力先。1個月後，個仔終於帶住屋企人返嚟。門啱啱打開，方麗姨第一句說話就係仲以為你哋唔記得咗呢扇門添。新抱笑得有啲勉強。孫仔跑入屋入面，個仔冇講啲乜。食飯嘅時候，方麗姨又提起格斯倫世嘅仔女，人哋個仔每個禮拜都返嚟，仲會帶父母出去玩，邊似得我哋想見一面都難。個仔將筷子放低，細細聲講：阿媽，我知道你想我哋返嚟，但係
你每次一開口都先話我冇良心，你若果直接講想一齊食飯，我會諗辦法安排。你首先將我講成唔孝順，我就唔知仲可以解釋啲乜啦。佢一氣，花阿姨原本想反駁，佢想講我講呢啲仲唔係因為在乎你，我唔在乎先懶得講你。但佢見到個仔面上嘅疲倦，亦見到老伴一直喺度打眼色，終於冇繼續講落去。嗰晚老伴同佢講：你心入面明係掛住佢，點解講出口嘅全部都係怨佢？呢句說話令花阿姨諗咗好耐，佢慢慢明白自己嘅掛念一直着住責怪嘅衫。佢想令個仔靠近，開口卻先令佢感到內疚。佢想令孩子知道呢個家需要佢，總是將屋企變成一個接受拷問嘅地方。估下個禮拜佢冇煲一大煲湯等個仔嚟估，亦冇發帶字嘅語音，佢只係發咗一條信息：呢段時間冇見你哋，我有啲掛住你。下個禮拜六如果方便，一齊翻嚟食餐飯；如果唔方便，你話俾我聽邊日合括。個仔好快回覆話禮拜六確實有安排，但下個禮拜日可以翻嚟。嗰晚個仔仲主動打咗通電話問阿爸最近身體點樣，屋企有冇需要幫忙乜事。你睇關係冇突然變得完美，個仔亦冇因為阿媽揾咗一句說話就即刻放低咗有工作日日翻屋企。改變只係由一個好細嘅地方開始，一家人終於可以商量，而唔係互相定罪。聽到呢度，你可以問下自己：我有冇將我需要你講成你根本唔在乎我？有冇將我好掛住你講成你仲識得翻嚟？有冇將我心入面擔心講成你遲早會後悔？懷念若果總是着住責怪嘅衫，屋企人見到嘅往往唔係愛，而係壓力。所以父母最值得練習嘅第一重說話就係我掛住你啦。得閒我哋一齊食餐飯。呢句說話嘅重點唔單止係語氣溫柔，而係真真實感受講出嚟，再提出一個具體請求。好多父母唔習慣講我掛住你，佢哋覺得太直接，已經講咗之後仔女冇回應，自己會冇面，於是將掛念藏起嚟，玩成抱怨、諷刺同比較。人哋啲仔女每個禮拜都翻屋企，養得咁大，一點用都冇。算啦，以後唔使理我。呢啲說話表面好硬，入面其實收埋一句冇講出口嘅說話。我好掛住你，亦希望你心入面仲有呢個噶。但仔女唔係每次都可以估到，佢聽到嘅可能只係責怪，感受到嘅可能只係無論自己做幾多都唔夠。所以將需要講具體，想等孩子陪同辦事，可以話禮拜三我要去辦手續，你方便陪我2個鐘嗎？想同孩子傾電話，可以話呢個禮拜我有啲想同你傾傾，你邊晚方便？希望一家人翻嚟食飯，可以話呢個月我哋搵日一齊食飯，你哋睇下邊個周末合括，我去睇啲請求，俾咗對方回應嘅機會。仔女可能答應，亦可能呢一次做唔到，但佢至少知道你真正需要乜嘢，而唔係被逼喺一大團委屈入面揾答案。成年仔女亦應該認真回應，如果唔能夠翻屋企，唔好淨係掉下一句唔得閒，可以講清楚最近嘅安排，再俾一個能夠做到嘅時間。父母唔應該用外教保住孩子，孩子亦唔應該令父母長期猜測。感情唔係邊個控制邊個，而係雙方都願意將需要講清楚。你可以自我檢查下自己開口嘅時候係喺度邀請屋企人靠近，定係先用內疚將佢拉翻嚟。能夠被聽得明嘅需要，比藏喺怨氣入面嘅愛更有力量。第二重有分寸嘅說話係為你擔心，想先聽下你嘅打算。成年仔女遇到工作、買樓、婚姻或者教育小朋友嘅問題，父母好容易心急，因為你行過嘅路比佢多，知道有啲選擇可能帶來乜嘢後果。見到孩子準備行一條你唔認同嘅路，心裏面當然會擔心。但係擔心一旦變成結論，溝通就好容易停止。孩子話想換工，你馬上話而家工作咁難揾，你咪糊塗啦。孩子話婚姻遇到問題，你馬上話早就話俾你知呢個人靠唔住。孩子教育係一代嘅方法，同你唔同，你馬上話你哋根本唔識湊細路。呢啲說話可能有一部分道理，
佢又冇俾仔女說明情況空間。你見到嘅可能只係決定嘅最後一步，仔女喺背後考慮過乜，經歷過乜，你未必全部知道。所以先講我有啲擔心。呢句說話誠實表達咗父母嘅感受，卻冇將擔心包裝成命令。我呢一句，我想先聽下你嘅打算。呢句說話話俾仔女聽，你願意了解情況，唔係只想證明自己有經驗。先聽唔代表最後一定贊成。父母聽完之後，仍然可以講，我理解你嘅壓力，但呢件事我有兩個顧慮，你願唔願意聽下？如果仔女願意，就將經驗講清楚；如果佢暫時唔想聽，亦可以約一個合括嘅時間再傾。當然，如果事情可能涉及人身安全，涉及明顯欺騙、暴力、嚴重經濟風險或者其他重大問題，父母唔能夠只用尊重選擇作為理由保持沉默。應該提醒你要明確提醒，你要時亦要尋求合括嘅專業幫助。尊重唔係唔管，關心亦唔係控制。真正成熟嘅關心唔係替對方行完所有嘅路，而係等佢知道轉頭嘅時候仲有一盞燈。你亦可以問下自己，仔女我傾訴時，我係喺度認真聽，定係一直等佢講完？等證明自己一早就講啱咗。有啲孩子後來唔願意講，唔係心入面冇父母，而係佢知道自己講第一句，父母就會替佢講完後面嘅9句。第三，從有分寸嘅說話係呢件事我唔贊同，但我願意聽你講完。一家人冇可能永遠意見一致，父母有自己嘅經驗，仔女有自己嘅處境，雙方見到嘅世界唔同，作出嘅判斷自然可能唔同。有分寸唔係父母乜都贊同，亦唔係要父母將所有委屈吞落肚。你完全可以講唔贊同，梗係唔好你話呢一件事就否定仔女100個人。孩子一次失敗唔等於一世冇出息，一次冇及時翻嚟唔等於從來唔孝順，一次做錯決定亦唔等於佢由細到大都唔聽話。最傷人嘅唔係唔同意見，而係父母將一次錯誤擴大成孩子全部嘅人生。你由細到大都係咁，我早就知你唔會有出息。你同你阿爸一個樣，永遠靠唔住。我點解養出你咁樣嘅孩子？呢啲說話一講出嚟，傾嘅就唔再係眼前呢件事，而係對一個人嘅判決。對方如果覺得自己100個人都被否定咗，就好難再冷靜討論問題。所以一次只傾一件事。今日傾翻屋企嘅時間，就唔好花10年前嘅舊賬。今日傾錢嘅安排，就唔好將兄弟姊妹作比較。今日傾工作選擇，就唔好否定佢哋婚姻、性格同傳播能力。你可以話呢件事我唔贊同，因為我擔心呢2個問題。但你先講完，我想知道你點解咁樣決定。同樣，仔女人唔好因為父母表達唔同意見，就馬上俾佢哋貼上老古板、控制欲強嘅標籤。有啲父母確實需要學習邊界，有啲提醒亦確實來自關心。雙方都將事情同人分開，先有機會真正解決問題。我開口之前，可以問自己一句：我而家開口係想將事情講清楚，定係想令對方感到羞愧？如果只係想令對方痛，等佢低頭，等佢知道自己錯得有幾嚴重，咁就先停一下。有分寸嘅說話唔一定句句柔軟，卻唔會因為一次錯誤好將一個人嘅人格判死刑。被死嘈說話最難，亦最能夠修復關係頭先我講說話重咗。對唔住，我哋重新傾過。唔少父母覺得向仔女道歉會失去威信，佢哋會諗我生你養你，為你食咗咁多苦，偶爾講幾句重說話，難道你唔能夠體諒咩？父母嘅辛苦當然值得體諒，但一段關係入面，恩同痛可以同時存在。父母有養育之恩，唔代表講出嘅每句說話都唔會傷人。仔女受過委屈，亦唔代表可以將父母多年嘅付出全部抹殺。真正嘅尊重係雙方都能夠承認自己嘅嗰一部分。一句對唔住，唔係否定自己幾十年嘅辛苦，亦唔係承認所有事情都係自己嘅錯。佢只係誠實咁話俾對方聽，頭先嗰句說話唔合括，我願意為嗰句說話負責。真正嘅道歉要具體，唔好講好啦，都係我錯得未啊？亦唔好講我向你道歉，
但仲唔係你先惹我嬲。呢種說話望落似道歉，實際上仍然喺度追究輸贏。可以簡單咁講，頭先我話你冇出聲，呢句說話太重啦。對唔住，我真正嘅意思係擔心你接下來嘅安排。等我哋都平靜啲，再重新傾。如果當面講唔出口，亦可以釋放一條簡短嘅信息，道歉之後唔好要求對方即刻笑住話冇關係。有啲傷口需要時間，父母可以做嘅係先將門打開，唔再繼續加重傷害。體諒面對父母嘅道歉，亦唔好趁機羞辱或者翻出更多舊賬。長輩願意放低架子，係關係重新開始嘅機會，應當珍惜。一句真誠嘅對唔住，唔係將長輩嘅身份放低，而係將一家人嘅關係拉高。我再講一個許叔嘅故事。許叔70歲，做嘢認真，講話亦一向好有主見。佢個女42歲，喺一間公司做咗10幾年。有一段時間，個女每次返屋企都顯得好攰，食飯時亦心不在焉。許叔問佢咩事，個女只係話工作有啲忙。其實個女喺度考慮緊換工。佢遲遲唔敢話俾阿爸知，因為以前只要提到工作壓力，阿爸就會話穩定最重要。你哋後生仔就係拉唔到苦。個女知道自己一開口，阿爸就會講起年輕時點樣無嘢，點樣受委屈，點樣幾十年冇換過機構。嗰啲經歷當然有價值，但個女需要嘅唔係一場比較，佢只係想揾一個能夠聽佢講完個情況嘅人。嗰次食完飯，個女坐喺梳化上，明顯有說話想講。許叔啱啱準備好似平時一樣，問係咪又想辭職。老伴喺廚房輕輕提醒佢，佢可能唔係返嚟揾答案嘅，只係想揾個人聽佢講。許叔停咗一下，對個女講：我唔完全明你哋而家嘅工作，但我睇得出你好攰。你想講我就先聽你，若果想問我意見，我就講。又老練咗一下，嗰日佢第一次將真正嘅情況全部講晒出嚟。佢唔係因為挨唔到苦，而係部門發生咗變化，長期嘅工作安排已經影響正常生活。佢亦唔係衝動辭職，已經考慮咗收入、儲蓄同下一步選擇。許叔聽完之後，仍然唔贊成個女馬上撤開，但佢冇講我早就知，亦冇否定個女。佢只係話：我始終有啲擔心，我哋能唔能夠一齊將你接落嚟半年嘅收入、支出同計劃寫低？你最後點樣決定，我尊重你，但我希望你唔好喺最苦嘅時候倉促做決定。個女答應咗。嗰一次傾偈冇令父女嘅意見完全一致，卻令個女以後有時願意返嚟講。要聽，唔代表一定照住父母嘅說話做。真正嘅親近係雙方都敢講真話，亦承受得住唔同意見。有時候父母少講一句一早準備好嘅大道理，反而可以聽到孩子多年冇講出口嘅心底話。咁樣由今日開始，點樣將傷人嘅舊說話慢慢揾走？唔使要求自己一下子變成一個永遠唔發脾氣、句句都完美嘅人，幾十年形成嘅說話習慣，冇可能聽完一期節目就全部改變。你只需要由細個小步驟開始，第一步揾出嗰句說話背後嘅真正需要。特別想抱怨時，先問自己：我而家需要嘅到底係乜嘢？係需要陪伴，需要幫助，需要尊重，需要解釋，定係只係想令對方內疚？如果真正需要嘅係陪伴，就將陪伴講出嚟；如果需要嘅係幫助，就提出具體請求；如果需要嘅係尊重，就說明邊一重行為令自己唔舒服。唔好要屋企人一直去估。第二步，將評價句改成感受句同請求句。你一點都唔孝順，可以玩成最近見唔到你，我心裏面有啲孤單，想同你有個時間食飯。你從來唔關心我，可以玩成呢件事我確實需要幫助，你睇下幾時方便。你做乜都唔掂，可以玩成喎。呢個結果令我有啲擔心，我哋一齊睇睇接下來點算。評價一個人容易引起防備，說明自己嘅感受同需要，先有機會進入溝通。第三步，一次只傾一件事，唔好有一餐飯遲到，講到孩子又細唔聽話；唔好有一次冇回電話，講到新抱女婿同親啊；唔好有一筆錢嘅安排，
講到兄弟姊妹邊個更孝順，頭像翻得越多，眼前嘅問題越難解決。你次次傾一件事，唔代表過去嘅委屈唔重要，真正需要處理嘅舊傷口，可以另外揾合適嘅時間傾，但唔好每次爭執都全部倒晒出嚟。第四步，喺講咗一種說話之後嘅24小時內修復，發現自己講錯咗，唔好一直等對方先低頭。可以講，我頭先太心急啦，嗰句說話唔合括，我真正嘅意思係擔心你，我哋晏少少重新傾。修復得越早，會越唔容易喺心裏面結成死結。如果對方暫時冇回應，亦唔使逼佢即刻原諒，先守住自己嘅表達，俾彼此一點時間。由今日開始，你仲可以做一個7日語言練習。第一日畫一次具體嘅請求，第二日聽完一次解釋，中間唔打斷。第三日忍住一次同人哋啲仔女嘅比較。第四日對老伴或者仔女講一句真誠嘅多謝。第五日為一句講重咗嘅說話進行具體道歉。第六日睇屋企人守住一件唔應該愛傳嘅事情。第七日主動安排一次唔帶抱怨嘅聯繫。7日之後唔一定所有關係都會發生巨大變化，但你會開始見到自己邊啲說話係喺度邀請屋企人靠近，邊啲說話係將人推遠。仲要提醒一句，好好傾偈唔等於無限忍讓。如果有人持續欺騙、羞辱我或者利用你，你可以明確講呢件事我唔能夠接受，請你唔好再咁樣做。如果繼續發生，我會保持好似有分寸，唔係冇邊界。溫和亦唔係任人傷害。真正有智慧嘅人，既唔用惡言傷人，亦唔容許別人反覆傷害自己。必要時可以請信得過嘅屋企人、社區資源或者專業人士協助。溝通從來都係雙向嘅，父母願意減少控制同責怪。成年仔女要給予基本尊重，父母將需要講清楚，仔女亦應當真實回應。父母願意道歉，仔女亦唔好將呢份改變視為理所當然。一個家能唔能夠慢慢變暖，唔係靠某一個人永遠委屈，而係雙方都願意少一點防備，多一點說明。人生走到後半場，屋企人最需要聽到嘅未必係咁多經驗，佢哋可能更需要聽到我掛住你啦。我有啲擔心，但我想先聽你講。我同你嘅意見唔同，但我唔會因為呢件事否定你。頭先我講說話中咗對唔住，呢4重說話講出嚟唔會令父母少得尊嚴，反而會令仔女見到父母嘅愛入面唔單止有經驗，仲有尊重。過去講錯咗嘅說話，無謂一直後悔。只要人仲願意改變，關係就仲有嘗試修復嘅可能。今日少講一句責怪，聽日多聽一次解釋。今日將掛念講清楚，聽日將舊賬暫時放低。家庭嘅溫度就係咁樣一點一滴養翻嚟嘅。聽完呢一期4句說話入面，你最想學會邊一句？係直接表達想念，係先聽下仔女嘅打算，係允許彼此有唔同意見，定係講咗重說話之後主動道歉？不妨今日就揀一句對老伴或者成年仔女講出嚟，唔好等到節日，唔好等到對方先改變，你唔好諗住一次過解決所有問題，先將呢一句說話講好，就係一個新的開始。如果你願意為自己嘅家留低一句溫暖嘅提醒，歡迎喺留言區寫低4個字，有暖言。亦歡迎講下你最希望由父母、仔女或者老伴口中聽到邊一句說話你嘅經歷，我能可以提醒你一個正喺度為家庭溝通煩惱嘅人。如果呢期內容令你有所感觸，歡迎點讚訂閱，亦可以轉發俾屋企人一齊聽。轉發唔係為咗指責邊個，更加唔係暗示邊個一定有錯，而係俾彼此一個重新學習說話嘅機會。勸做父母嘅掛念能夠直接講，擔心能夠慢慢講，唔再用責怪證明自己嘅重要。勸做仔女嘅睇得見父母言語背後嘅牽掛，亦願意用清楚嘅回應減少佢哋心裏面嘅猜測。勸夫妻之間少翻一次舊賬，多講一句辛苦。願一家人即使意見唔同，亦仲有說話可以傾，仲有心願意靠近。
家有亂言，說話有分寸，我能夠被聽見，心亦有地方安放。